位伫安平区渔公里，不管是假日或者是平时，拢吸引袂少的游客前来。虽然当地防风林是属于林务局来管理，不过为了维护当地环境的清气，当地里长林林峰平时嘛会自发性带着志工来整理环境。伫个步道以东，清洁志工会来帮忙清除树基的孤枝。不过整理清堆以后，环保局刻意主管机关是林务局，要求林务局爱派人来清运。对此引发议员甲里长的不满。上午邀请环保局来会勘。里长推动事务了，金出来的垃圾，自贡垃圾，他环保局不给我这样，我真的我立定了吧，我敢牺牲，因为市政府没有办法，我后面的事务他没有办法帮我忙嘛，我这卡骨那边冲了。我们现在是可以，对不对？我那你另外卖走了嘛，这卡港会不会冲了？我觉得你们我被接着，我说你不要等我倒茶缸。不是啊，不是。什么叫不是？所以你今天鼓掌，我说为什么叫副局长来就好了？其实你副局长冲上。我已经反映很多次了，不单一次而已。奇怪，怎么数字都摸不了？因为如果是一般的事，我们绝对一定会处理，不是因为这种大。我们但还有大型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公务局所修剪的树木，立马谁处理啦？不是现在你讲你们所有树木你们完全不修理、不受理的，那我们当然没问题。没有说没有。如果所以你现在今天如果是林务局他们自己他们包出来自修的，那我们应该是这样子，他们本来就是完整。那但是问题是因为急迫性一些短暂的少部分的去修缮。自贡修自发性，我接着讲论，我甲整理你的，整理出来我讲整理，我这都是我本身。你叫你们叫来叫去，伊嘛讲你讲你来整理下去，你嘛爱给公文咯，我较来业。对此，环保局亲近嘉恒管理科的股长朱洪泽回应，因为防风林的树基清运，林务局有编列经费，请厂商来清运。原则上，地方里长有需求，会用个先向环保局来汇报，环保局一定会要求林务局处理。如果量少，环保局会用个先来协助；但如果量多，需要载几辆车，就必须要求林务局，若无将影响到一般民众的本色清运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